各位電視機頭前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準時收看福氣來咧，我係綜藝圈阿權妹，今下大家聽錯後，張看睇下第10屆嘅棒球賽哦，吃到非常非常熱血，非常非常精彩冇唔錯呀！繼續下來就來同大家來小見吼，看睇呀棒球賽，還做得來看乜嘅呢？做得來看呀徐總嘅展覽，就啲呀高雄美濃呀大唄，呀其實係咧 TP 非常非常特別嘅展覽，故所今日節目當中就要來同大家來小結哦。先細細嘅家來分享節目地度有請到嘅來賓，先來分享7名棒球發展協會嘅蔡永友理事長分享。大家好，我是徐生明棒球發展協會理事長謝榮瑤，大家好。分享師母又在過來節目當中哦。接下來那個一位來賓哦，佢係專家哦，其實係啊大巨蛋的棒球博物館的策展人，同時咪係這個博物館學嘅專家，有這當專業冇？細細嘅家來分享，陸明哲老師分享。大家好，我是陸明哲。稱不上專家，但很開心來這裡，謝謝大家。好，分享兩位來到節目當中，尤其是陸老師，難得第一次見到陸老師在節目當中，也要跟你請教這個分享博物館學到底如何保存這些文物的一些技巧。對，所以師母剛剛演章看睇啊，這個第10屆嘅這個冠亞軍賽真的非常非常的精彩。但是呢，我們知道過去啊9屆全部就係啲啊美濃國中來舉辦這個總決賽，冠亞軍賽都是在美濃國中舉辦。對對對。雖然今年揾了一隻素材，但是呢，因為美濃國中今年有某樣嘅變化，對不對？美濃國中換了一個，應該說它的體育館有一點點不一樣。運動發展局今年在美濃的那個體育館這邊做了一個運動中心，那比賽的地方變成有一點點像公園，現在在施工當中的公園，以前步道公園，球場在旁邊，球場呀它變做公園，對，啊順豐嘅體育館呀它就會做一些改建，這個部分在徐總的展是在運動中心裡面已經做好了哦，它現在變成綜合體育館，綜合體育館有一點點是這個味道，所以進門的時候左邊是徐總的展，那右邊是美濃在地的一些名人哦，排球、羽毛球這方面，還有職棒張永昌、宋冠勳教練他們的東西也都陸陸續續會換展，會用這種方式。這是一個動體片嘅展覽，用版按嚟講，因為就像矮好了，就我所知，從來芒社有一類素材是專為一個地區的運動員設一個展。就是你把它集中起來了，大家來到也可以看到，在比如說名人牆的牆上，我們都得看得到有馬沙尼、馬根米亞阿吉亞都是美濃人，所以它的條件是而且美濃人的名字才可以放上去。對對對，運動發展局的想法是這個樣子，所以應該是目前是只局限在於美濃當地的一個運動員，這很特別哦。不僅是這個展覽，其實也在綜合運動場，美黑一類很難得在美濃有出現這樣子的一個比較多功能的一個複合型的運動場嘛，對不對？對。所以亞百都亞在場館，新的場館才剛建好，10月24號才剛試營運。對對對。哦。故所亞一段時間還在試營運當中，分享大家有限嘅話，可以回到T9屆以前我們辦比賽的地方吼，順豐就有一個綜合體育館啊，給他們落去就都得看得到這個徐生明徐總的展覽，對不對？對對對，他進去大門的左邊。對。故所我很好奇，就是當初怎麼會有這樣子的想法，想要來做安陽嘅展覽，和 TPA 還找到了師母，還找到了徐總的這些。差不多在5月的時候，我接到電話，那我那時候就是。第一時間運動發展局跟我聯絡的時候，我第一個想法，我就是關於展的東西，我一定要帶陸老師。哦，我心裡我的第一個條件，對我第一個條件。但是那一天電話完了，我並沒有告訴運動發展局我會帶誰到一起開會，因為我心裡就在想說，陸老師不曉得有沒有空，因為他也很忙，他都在做策展的事情。那我第一時間我接到電話完了，我就馬上賴給陸老師，你可以
那一天 OK 吗？时间可以吗？全力配合，他就说全力配合。那我就很感动，我就马上回复运动发展局。那一天刚好那一天的早上，我到美浓区公所开会，也是一个刚好也是一个徐总的东西要成立，也是在美浓国小附近。暗度后就对，那所以那一天的中午是运动发展局开会，我就把陆老师说赶快过去一起来见。所以我那一天带过去，我才跟发展局这一边介绍陆老师，他们也第一次看到陆老师。我觉得这也表示其实师母非常重视这个展览。我非常重视。对，因为徐总的东西要本大家看，然后听说要用轻厚、轻专业的方式来本大家看到。那我们就赶快来请陆老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一次徐总的展啊，有什么最值得推荐跟大家分享？一听要来看一定要看的东西。其实一个地方有一个就是属于那个地方的人的一个馆，不管是对地方发展来讲啦，或者是对观光来讲，或者对这个地区的意义来讲，都是非常有意义啦。其实专否运动对，哪个地方出这么多运动名人？对，而且之前在古景松老师的推动之下，是有过。这个美容运动名人堂，它是汇聚了排球组各类型球类的这个运动名人。其实美容在这一块，做的其实是比应该相对比其他，对，很早就有，其实很久。那现在看到这一个徐总这个徐总这个馆，终于其实我们讨论很久了，终于跟师母努力，甚至还曾经去跟这个高雄市的教育局长去谈过，所以这个历程，对，我们其实都是甘苦了。那就是包括我们在做，不容易啊。我们在做棒球这推动棒球文物馆这件事情是，所以这次很难的机会，就是展了一些，就是徐总特别就是跟我跟那个主办方其实有一些密切的讨论，就是见那个局长的时候，运动发展局局长之前，我们就跟那个筹办方就已经讨论很多针对文物。那我之前就是徐总，就师母器重看重小弟了哈，所以徐总的文物大概都略有掌握，所以大概可能我们挑几个代表性的。那当然就是最重要就是徐总也是在我们棒球史上建构一块非常很重要的那个巨人少棒徐总，对，那个我们反而看到那件衣服会觉得是一个会有一种遗憾感，或者是就是说巨人是我们第二座世界少棒冠军，但是我们的第一座金融少棒，我们第一座金融少棒的就是没有球衣，什么都就是连那个旗子。连我们每年都会颁的那个旗子，就是每年威廉波特大 LLB 做的那个旗子都没有破损，是没有留下哦，没有保留好。有球衣没有保留，但是那个旗子锦旗已经破损得很严重。那个是都多久？19对，民国58年，1969年，那是第一次冠军。我那时候听徐总有稍微聊了一下，他也觉得蛮遗憾的，金融球员居然没有人把衣服留下来。对，没有留到。不过我们初步有研究是，可能是那时候刚开始，好像球衣都是跟大会借用的，所以都要缴。大家生活不好过。就会，但是徐总留那一件是中华民国，那个其实是，不是正式 LLB 的比赛，但是确实是有全队签名球在里面。所以那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光看到那一件，我们就回想到那段夺冠的岁月，大家都很疯棒球的那一个阶段，好热血哦。但是所以有时候我会跟徐生明讲说，你为什么那么小的时候你就知道要去？对呀，他怎么还会记得要留下来？他就说没有啊，因为大家都第一次出国，那他就觉得又拿了冠军。他说：“虽然我没有常常上去主投，那时候是以许金木为基准吧。他就说就是一个留恋，还好有留到，真的太好了。所以他就是到处去让人家签完了以后，他拿回家的时候就跟他妈妈讲说，就是跟我婆婆讲说，这一件要留，这一件要留。然后经过暗宠给时间也分呢，然后不用到你们的家里吗？”
对，那时候就是有那个。那师母那时候就是保存在婆家，婆家就是有一个烟馆腌酱菜的吗？不是，有一点点，但是那时候是不是也不是，因为那是床底下腌姜菜，但是因为徐总的家境没有相当好，所以房间也不太够，所以徐总小时候是跟阿公阿嬷一起睡觉的，所以那时候床底下其实真的是腌高丽菜干啊、萝卜干啊，大家都这样。大家其实，在那个年代，其实很多乡下都我老家也是这样，都是这样子，其实都是腌在床底下的。对对对，那徐总的妈妈很有心，我婆婆很有心，知道徐总他会想要保留一些东西，就用一个破旧的一个行李箱。就是装它，对，卡棒，它就是装它。你想要装什么，它就一直装，所以就保存得很好。再加上我婆婆巨蟹座的，所以她对那个东西就是儿子讲什么，她就是好，你要保留我就帮你保留。哇，真的多么简单！张刘东看按珍贵，可能5、60年前的东西，后代又留下来，就啲啊，市生面其中嘅展览，大家做一啲美浓看到，还有韩卡度内容，我同大家来分享先休息，下等下再個進來。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我係總一權阿權妹。今日大家爭看睇啊，T10屆嘅棒球比賽哦，上下來就來同大家繼續分享吼。韓地啊，這個棒球的熱情裡面還卡着出不來，怎麼辦呢？然後得去轉美濃吼，來看一下先前比賽嘅場地誒，美濃嘅總呀哈，順豐啊有改建的一個綜合體育館啊，第一度有這個徐總的展覽都第一度分享大家來去看。剛剛 M A 也有搶到呀，策展人這個陸老師來同大家來分享第一度呀，動出的本大家去看一下這個球衣，對不對？這個之前巨人隊的球衣，大家都是看到它就會覺得非常非常熱血。那不止這個，還有別的也非常非常值得推薦。來，陸老師跟大家分享。就是其實剛剛聊到那個巨人球衣哈，其實每一個。所以那個徐總的母親，她可能沒想到，她收藏的是一個國家的寶藏哦，所以真的，所以就不用都名寵愛他，對，他沒有想那麼多，對，他也不知道他的兒子會一直往這一條路一直上去。對，所以我們的很多寶藏都是在這種無心之下被獲得留存。對，那相較於這個無心留存的國家之寶之外，徐總那個徐總。我們現在談的是徐總有珍藏他的三冠，就是味全龍時期三冠王的那個球衣。那就這個當然就是相對於那個無心去收集，因為那個球衣小朋友簽名，對，可能是無意間大家那個場合其實是一個LLB 那個威廉波特其實是一個俱樂部的那個場合，大家簽名很開心的，那不一定會當做國家資源去收藏。那三冠王確實是一個，就是3連霸，職棒3連霸是一個很難得記錄啦，一定是會被就是會是一個歷史性的記錄，他收藏一定會有預期會到一個很紀念性，或者是我們講的博物館那邊收藏。那時候就知道這個對，可能他就是預期，因為他畢竟本身就是具有相當紀念意義、紀念價值，因為一個。職棒現在才幾個球隊，兄弟跟味全3連霸，現在可能我們在期待兄弟是不是第2次3連霸嘛？現在，所以那球衣其實，我們看到，所以我們在收藏物件的當下，我們布希亞他談就是一個哲學家，他物體我們很多的記憶，很多的就是時間流逝之下。我們的所有的記憶跟回憶都灌注在當時在實踐這些事物的那些物件上，所以我會特別關注這些物件，其實甚至保留它的原始性哈。那個，所以這件球衣三冠王3連霸不容易的記錄，然後又是我們所懷念徐總所留存的。那對我來講，另外一個意義就是，它是我經手
整理，然后建清单，然后写量尺寸，然后放进库房恒温恒湿。所以对我是另外一个意义，但久以前就保留了。现在再把它展出来，我觉得很感动。就那种画面就是非常非常精彩。这是我喜欢做文物，我觉得我是透过自己的努力跟最重要就是希望又是在徐总家乡展出徐总的这些代表性是我跟师母一直以来努力，今天实现了，我们其实很感动。有我在陆老师眼神里面看到那种热情，他是完全是用热情去做这件事情，是共斗要看事情，眼睛会发光的那种感觉，这就是他热爱的事情。古时候你看陆老师他这么珍藏的一件东西，我本太敢看，他有几非洲的看到呀，真给懂某简单。那我想很多人可能熟识徐总，或者是对徐总没有那么陌生，都做在透过要的展览去更了解徐总一点。那今日也有请到师母来到现场，师母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徐总在韩国的小故事，听说连陆老师都不知道。对，没有啦，因为对，因为徐总那时候在韩国，他其实拿了6座的投手赏，那1座后那个救援嘛，那。在6座里面其实展的现在好像在美容展的，我那天开幕看到的展好像是只有3座，只有3座在，那还有他中央大学研究所的一个毕业的一个铜盘，他们韩国的那个硕士毕业跟博士毕业的话会送一个铜盘哦，他们是用铜，结果已经时间的一些催化，那所以那个铜都黑掉了。其实应该再用那个铜油去把它保存，它才会再有一个亮度，那就没办法。那个，但是字还看得清楚，还 OK 啦。对啊，只是因为时间上的一些展啊，可能就是有一些有点消耗了。对，就有一点有一点扭到，对，就没有那么的圆，就是可能就是有气乳，就是有一点小受伤，对。但是那个部分，我们当初因为要回台湾的时候，徐总拿的6座，我们只拿了4座回来，因为2座就直接送给韩国化妆品的公司。谢谢他们。那因为东西也比较大，那2座我记忆中，因为是奖杯，所以是比较有他投球的姿势，所以就送给公司。因为等于是带回来也很怕弄短，所以我们把那个最轻巧的东西带回来而已。但是这个就还是不能抹灭掉徐生明在韩国事实上在比赛的过程里面拿了6座的投手赏一个救援，这个记录很不可思议，很难得。然后至少在国外，对，在韩国，尤其在台湾这样子的资源状态下，运动员打比赛其实打得很辛苦。韩看不是讲出国去打比赛更辛苦，那更不用讲亚哈迪给打少棒赛的小球员们，东都亚的小球员们，他们都是经历过非常非常辛苦的过程，这样有办法去打比赛。那他们在打比赛就是为了什么 ？Vito 熊儿有一年可以成为职棒选手，有一天可以成为球星，有一天自己的名字也可以在名人堂上。但是呢，我们参加七彩米 Bonku 所以给曾经的小球员们，现在的名字已经在名人堂上了。对，桂圆呐、俊豪啊，对啊，都是徐总亲挑出来的。都很坤哥他们小朋友的时候在那边丢球的影片啊，他们还桂圆还当过逃兵呢。啊，真的啊，笑。他说徐总太严了，所以他就曾经回家就不想来了啊，就在鼓励之下再又出来。但现在就很厉害啊，就金伊利亚这个变成职棒选手非常非常厉害。那这些小球员们没有发现而对徐总讲哦，来看一团样片。徐总在球场上，蛮严厉的，就是不能在球场上开玩笑，就是做什么事都要认真去做。他是一个蛮严肃的人，就是在球场上的话，对我们在私底下就比较
随和一点，就像爸爸这样。除了球技以外，他在场上也会很要求你要去尊重你的队友，跟尊重你的教练，然后你的品性那些也是很重要的。我们那时候国小的时候，可能就是骂脏话吧，假如骂一个字，可能他就是10拳。然后，如果你真的是太严重，一连串那种，你被他听到，他真的生气，你隔天就不用来了。尤其是在球场上，真的是太过，就是他已经提醒过好几次了，然后被他退队过。然后他就说你先休息1个月之后，结果他真的在1个月之后还打电话回来，让你回来可以打棒球这样子。我记得印象中有一次我们在外野玩，就是玩过头了，就徐总就丢球棒就骑摩托车就回家了，让我们那一次蛮惊讶的。好可爱哦！哇，师母感动。这些小球员现在都长这么大，师母都还记得他们。其实也是师母，哈嘎天使腿去采访他们，我们去访问他们对徐总的一些记忆，因为他70届，我们算是做一个总结，做一个段落的休息。对，这些孩子也都长大了。对啊，而且他们都很懂得感恩，很多都懂记得徐总教他们的事情，即使徐总的严格，他们还是记在心上，还是记在心上。对，所以我是觉得，其实那一些严格，其实对他们现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是一个养分，绝对是一个养分，对他们会谨记在心，所以也如果他们懂得感恩的话，那个东西是他们会存放在心里，随时在警惕自己的一个谨守分际的一个就是长者的教诲这样子。所以其实每因为有徐总这样子的精神，徐总曾经的教导，鼓手亚哈这些小球员们非常懂得感恩，记得徐总的精神，韩国妹兄为老安勇的精神继续发挥在他们的运动场上，发挥在他们各种专业领域里面。鼓手70届阿群威自己也觉得很感动，就觉得。唔抵沙哈罗温用版啊，唔过还有懂得内容爱同大家来分享，希望给把大家就去看展览好了啦。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个再来同大家来分享。好，欢迎大家又轉到復起來咧節目，我係總一權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下其中嘅展覽地啊，高雄民農國中地度嘅這個綜合體育館地度就做得看得到。剛才演講嘅當道吼，講嘅呀10年少棒賽10年的這個一個總結啊，大家想念徐總，想要看看那徐總到底教這些小朋友什麼，就做得去看下的展覽。哎呀，展覽也是因為師母指定我們的這個陸老師來做這個策展這件事情。但是陸老師，你先前同呀徐總認識的時候，之前認識的時候，其實你是記者嘛，對不對？但是記者到現在這個博物館學的老師，其實係完全不一樣的領域。當初是怎麼會接觸到博物館學？其實是一個緣分啊，就是徐總那時候認識徐總是雷公，他剛好3年半到雷公隊，那我做雷公隊的隨隊記者，所以就是緣分嘛。然後那時候的球場，那是澄清湖棒球場，是納魯安，就是納魯安台灣大聯盟，他經營管理，所以他有就是那時候的副總，就是黃英波，也是我事業上的貴人，一直很感激他。黃英波先生他籌辦了一個，他拋開眾議，獨自決定做一個棒球博物館。但是那個規模就是比較簡單，它就是一個櫃子擺，但是這是一個在台灣是一個創舉。那時候他就請我去，因為我們是隨隊記者，同時也是一個球隊的宣推嘛，所以常跟球員在一起。我都是跟徐總那樣坐巴士這樣跑，那住宿啊，跟飯店，真是很熟，巴迪。所以我都是第一手報道，所以我都是大家都要知道球員的一些生活，問你就是了。對，我都會透過我的筆
写出来。对。然后那时候就觉得那个我那时候就有一些想象了，然后就开始有兴趣去查一些国外的博物馆怎么做，慢慢发现说这个我们目前台湾其实蛮需要就是每个球员，尤其是球员啊，他球员每个历练每个经历，我们又是职棒又是一个重记录的，你这个记录没办法呈现，你就是用纸本那个大家接受度没那么高，那如果转换成实体实物。那我们现况做的那个棒球博物馆，它又是单纯比较文物展示，所以它其实那我后来就是也是因缘际会认识的后来我的教授张玉腾教授，他后来也也是那个文建会副主委，也是国立历史博物馆馆长。那我们目前都还有联系，也是我在学界学习学涯上的一个非常非常棒的贵人老师。那我就开始进入了台南艺术大学博物馆研究所，就去念书了。对，我是两年就毕业了。我应该是高材生，不是，我是认真念书。我应该是还一般去念研究所都是要那个交朋友，不是没有啦，都是都是进了学校才想我要写什么论文。对，我已经设定好要论文题目了。我都设定好了，然后我就是要去把它你就是有目的性要去读书的，就是棒球博物馆，就是把棒球馆，就是希望让台湾有一座很完整的，不是那种只是单纯展示的那种棒球博物馆，是真的很大型的。对，那我毕业之后因缘际会，刚好大巨蛋，大巨蛋它有棒球博物馆计划，叫台湾棒球博物馆。所以我觉得整个就是很微妙、很巧合的。而且你自己很喜欢这件事情。对啊，我从小就是跟我那个棒球记忆，我甚至是幻想我在威廉波特球场投球的那个。那徐总是我的偶像啊。所以你其实本来是想要去当球员的吧？对，我想当球员。对，我那时候就想跟我老爸，我都跟我爸在看棒球。我就想说，我哪一天让老爸看到那个电视投球是我，是一个梦想，对，永远的梦想。但是就是因为这样，让我有一个对棒球从小累积起来的那个棒球的热爱。对，但现在从另外一个角度，从博物馆学的角度来切入，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您刚刚说台湾棒球博物馆这件事情，虽然它还没有成型，它还没有完全可以推出，但其实是因为已经在做这件事情。已经在收集了，已经有海量的文物在陆老师手上了，所以我就想要来问一下陆老师，按斗跟文物，跟风气印密了，就要问一下陆老师啊，因为文物保存这个观念不是我们大家有的，就是它是一个很专业的学问。不过说陆老师可以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一个这个小 tip 哈，这个文物保存它最适当的温度或者是湿度到底是什么？温度大概23到。看它材质哦，有时候20到23之间，那相对湿度是40到60。那通常文物很干呢，台湾超湿的。对。然后通常文物有时候像纸质，有机它有一些会重铸的，那个我们可能要分开放。然后有些有机的，甚至在入库之前，我们要让它放在一个静置室，就是让它虫。甚至整个消毒。那我知道了，不然你就把虫带进库。汉拜就老来给散服，我把我的衣服把它保存好，说不定哪一天我出名的时候可以展览。对，有机会。开玩笑，就是大家如果觉得自己有一天会出名，可以照陆老师的小 tip 哈，这个温湿度保存好，但。开玩笑啦，也还一类动作，你要不要红温？所以其实这样子的一个这么厉害的专业，导致所有的很多的球员，包含师母，唯一指定陆老师要来策展，因为徐总的东西他自己都很珍贵哦，那。家里一箱一箱一箱，包括他的，不用我们捞啊，所以他那时候我就一直跟他讲说，你确定你还要保留吗？你要保留到什么时候？那你要存钱来买别墅，有一个地下室，那要不然的话，我没有办法。所以其实在我手上我丢了很多，但是后来想一想。我不能把我这一些责任丢给我的小孩，因为他们也一定会很苦恼，说这是爸爸的东西，妈妈又把他们移交给我们。家里没有财产，但是移交的都是爸爸的一些
一些纪念文物的东西哦，那卖也不是不可能卖。那所以这个东西我唯一想到的就是，交给小鹿。对，我最信任的人，那由他来帮我做一个最妥善的照顾跟保存，没错，所以我就授权给他。你们因为主持也是爱张第年来国外，对于这个保存文物这件事情这么的重视，我听那个故事我就觉得很有趣，连给球员给配给口香糖，口香糖也可以拿来做展览。他其实，我觉得。师母会信任我，一个很大原因就是它是一个机构哦，它是台湾大巨蛋的台湾棒球博物馆去处理这个文物保存的事情，就像是几个国立博物馆，那棒球运动型的这些文物其实都是属于目前都是在体育单位在处理，但体育单位对这一块没有那么重视，对，所以相对的就是文物这一块也是开发商机，那其实也是除了我们可以看故宫它的那个卖店都是文物复制品，对啊，所以它是文物其实是不只是历史保存啊，历史保存它其实也可以。你可以想象说，我看到故宫那个翠玉白菜很喜欢，对，如果我能把它带回家多好，对。那我今天看到徐总的纪念球衣，我可以在纪念品对复刻。所以你刚刚看到那个口香糖啊，那些球棒啊，那个就是博物馆。其实在国外，尤其是美国，他们球队几乎每一支球队都会有一个名人堂博物馆。哦。那他们除了管理博物馆去珍藏这些文物之外，他们也会透过这些文物研发一些商机。所以球员在路边吐的口香糖，他们就会把。我觉得这很有趣，这也是我们一般人会想要有兴趣关注的故事，但是我们不知道原来这件事情我们有兴趣。他那个打断的球棒啊，这日本也有，那个做日本的野球棒球博物馆也有，就是做筷子。对，做很多，对。所以你看，你就做在关注运动文物，就做在对亚白徐生明展开始，大家分享大家来到民农来看展览哦。清明也想要来向师母小口的分享一下你自己的心得。做了10年的棒球赛，你真的是做完了，你做到了。我是做到了，那今年也比往年来的辛苦。我凭良心讲。一半也是因为疫情哦，那一半也是今年的关，过得有一点坎坷，对，很多的不尽人如意的事情啊，对，一年比一年辛苦，所以也有可能就是徐总在一天可能就会觉得说我可能也累了，那也或许在我心里我是觉得我应该放手，也应该是放生给那些。一直协助我实践的一些志工们，我就是他们当初会一直义无反顾的来帮忙，他们真的是单纯的志工，没有领任何1毛钱这样子。那他们等于是跟着我是从0开始到10岁的一个小婴儿、小幼儿，那到10岁，国小10年级的一个年龄的阶段。那我是应该放手了，应该让他们喘一口气，而不是。我想师母，你身为贝欧泰给黑，你真的非常感谢这些所有帮你的人。其实不管是我们节目也有抢购给志工，对，还有其实有很多球员有很多感谢的话想要跟师母讲，那我私底下再给师母看。他们都帮了非常多忙，但他们也因为跟徐总的感情很好，跟师母的感情很好，所以也有这个热情，想要继续帮你们。但他给你们很多鼓励啦，给师母很多鼓励啦。但是师母你真的辛苦了，鼓手真以后怎么办？又很感动。我想我们徐总的精神就是儿童太高了，分享永远懂得感恩。永远不要放弃。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们永远做在记到心度红嘅。鼓手，节目都鸦片沈蒙太阳给数块，没沈蒙师母也谢谢陆老师来到节目现场跟大家分享，谢谢。鼓手天使机条前的观众朋友有限嘅时间，记得去民农看展览，一起来感受我们已经拥有10年的徐总精神。沈蒙太阳，Q 下來看好好運通哦。
福起来嘅朋友，記得去人哋面書網站，韓國聽嘅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記得攞樣片分享出去哦。